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andy。咁今日呢，我會介紹我嘅收穫啦。首先我就買咗10包嘅第4彈，係第4彈。咁大家都知道第4彈最新嘅人物係北大老鷹啦，係啦。咁我今日呢個 video 呢，就會同大家開封呢10包嘅第4彈。嚇，從第一包開始，咁呢，我會用後邊搣㗎啦，後邊。咁我哋首先開封咗第一包先，咁我會話幾多包幾多包咁樣。咁呢，一般呢10包裏邊應該會中2張 P 卡，係啦，因為一般上6、7包會中 P 啦。咁呢沓卡唔知佢點排啦，係啦。因為我撈亂咗，係啦。咁第一包，個包裝我會保留嘅，係啦。咁第4彈嗰啲 N 都幾靚嘅，我唔知點解第4彈嘅封面呢勁靚咯，係咯，勁靚。啲個包裝封面同埋啲 N 卡。好似依張都幾靚，不過係 N 咯。啊！依張我超中意依張，不過係 N。Yes， 中到月女嘅 CP 裙，一個星350分 CP 係啦，一個星350分 CP 係啦，超中意。咁後邊係啦，咁我喺隔離呢，就準備咗呢個係啦。咁唔記得咗講呢個卡套呢，我係想擺北大老鷹嘅卡 P 卡。咁我多咩呢？就唔擺嘅個 P 卡，即係月女啦。月女嗰個 P 卡唔擺卡套嘅，係。咁第2包 ，yes 又中月女，我超中意月女咯。咁我擺上邊先，咁我擺。我會試，得繼續，咁都係中月女嘅，係。呢個就係月女嘅 Happy Rainbow， 一個星400分嘅 R 卡。咁呢個同埋呢個呢，唔同色嘅啫，都係一樣。呢個高分啲，呢個400分，呢個350分，係啦。咁我咁樣擺嘅，呢個第1包，呢個第2包。咁呢個咁啊，咁樣係啦，擺喺佢後邊啦，係啦。咁稀有卡算啦，我都係咁樣照咁樣擺咯。咁我照咁樣擺啦，係啦。好，睇下第幾包。好，而家第3包係咪啊？係第3包。包包都有稀有啊，因為我知道後10包係冇稀有全 N 嘅，咁我特登抽前面嗰10包，係啊，嗰10包 ，yes 中北大老鷹嘅 P 卡，呢張都幾靚，呢張係白香嘅頭飾嘅 N 啊，不過。Yes， 又中北大老鷹，我有佢條裙同埋鞋。Yes，
如果我中埋呢個就一套啦，我仲差佢嘅頭飾咯。不過係啦，先介紹咗先，呢個就係北大老鷹嘅 P 卡上衣 Aura Fantasy 嘅，佢嘅品牌0個星700分 P 卡，係啦。咁我成色啦，成 set 嘅。咁我仲撐個頭飾，佢有塊翼嘅個頭，係啦個頭飾。咁我入卡套。千祈唔好中北大老鷹啊！千祈唔好又中北大老鷹嘅 P 卡啊，係冇？中我多咩啊？即係月女啊！中月女嘅頭飾 P 卡，即係月女嗰套 P 卡一 set R 卡嗰個頭飾，即係依張啊！係啦，即係依張。咁佢呢 set 咧係 P 卡嚟嘅一 set，呢張係啦，呢 set 係 P 卡嚟嘅。咁我啱啱就話呢 set 係 P 卡，跟住有個頭飾咁樣，係啦。仲有好咁。第幾包？而家第5包，係啦。好，而家開封啦。Yes， 中好多咩嘅 P 卡，即係月女，啱啱已經講咗。係中 P 啊 ，yes， 中月女嘅 P。呢個就係我多咩嘅 P 卡裙 Happy Rainbow 嘅0個星750分 P 卡。咁我仲爭衫同埋鞋嘅應該係啦，因為冇到咩。如果我唔記得咗，呢件衫我有啦，係。如果我重複咗件衫嘅話，我可能會用月女嗰套 CP 上衣。如果我重複咗月女嗰個 CP 上衣嘅話，我想換北大老鷹嗰個。我 R 卡嗰個塊翼嗰個頭飾，係啦，咪開啦。Yes， 中埋對鞋，係咪見到成 set 㗎？其實千祈唔好中成 set 啊！又要中成 set 啦，好失望。不過可以同人換北大老鷹嗰個翅膀頭飾，係啦，中埋對鞋。最尾3包啦，點算啊？千祈唔好傳 Anna，我講俾你聽。千祈唔好話先，千祈唔好傳啊 ！Yes， 中 R， 中藍嘅 R 啦 ，R 卡。呢張我冇喎，呢張我都冇。Yes， 中藍嘅 R 卡頭飾250分，係。哇！啲 N 卡已經一大沓啦，我唔想見到啲 M 咁大沓啊！
稀有卡咁少，N 卡咁多。好，尾二呢個尾二第3包。真係做埋件衫咯，我當咩嗰個 CP 點算啊？做埋件衫啊！唔想做埋件衫啊！呢個就係乙女嘅 CP 上衣，一個升400分 CP 卡。咁我可以同人換小英嗰張嘅。嗱，小英嗰張牛卡色尾，好似呢個就開封咗㗎啦。依包開封咗啫，係啦，其他包冇開封。咁樣都睇到啦。咁我就唔知係乜嘢嚟嘅。咁我照查。呢包好似未開封，因為咧個底咧我搣咗少少，所以咁樣啊。係啊，呢度冇嗰個啦。早知道買爆盒啦，係啊。Yes， 仲小梅嘅 Angel Sugar 嘅連身裙，2個升500分牛卡。尾一嗰包，最後一包，爛咗個包裝，度俾我剪咗，跟住呢度俾我整爛咗。呢張真好似又有咯，點解啊？點解俾重複嘅俾我啊？Yes， 仲咪係啦，呢個就係 LAN 嘅，呢個係 LAN 嘅 Spicer 嘅連身裙，2個升550分。咁我睇下有冇嘅，咁我會停一陣嘅，唔好意思。我已經有啦，LAN 嗰個，你睇。兩個啊，點算啊？2個啊，一樣㗎，點算啊？一樣㗎，算啦。咁首先介紹咗我重複嘅先，稀有卡重複。2張可以換啊！呢2張係咁啲稀有卡，咁咁 P 卡就會放出嚟，一個放出嚟，一個放出嚟，放出嚟，一個放出嚟，呢3張唔放出嚟。咁啲稀有卡，咁我係金牛座啦，金牛座就係乙女，所以我好中意乙女咯。Yes， 我中意乙女啊，超 love 乙女啊，超 love 乙女。係，咁我擺好啲稀有先。咁呢個係我本身有嘅第4單。咁呢段影片呢個唔係呢個入學服嚟嘅，
咁我已經有一 set 啦。嗰邊呢？包個卡套個。哦，喺度。係，咁我整理咗先。錄咗啊，點算啊？呢度仲有一張。ID 又擺先。咁啲 N 卡我就會 sell 嘅啲 N 卡，咁呢兩張重複我擺喺度先，重複我擺喺側邊。咁啲 N 卡落到，咁我一張張嚟擺嘅一本上，呢度有一 set，呢度重複，呢度放喺度，呢個放喺度，呢個放喺度，呢個放喺呢度，張重。張重複，有卡。係啦，咁我要整理啲卡，唔好意思，咁我要暫停一陣嘅。咁兩沓重複同埋唔重複嘅卡啦已經整完啦，咁而家俾大家睇重複嗰啲卡，重複嗰啲卡咧就可以換賣嘅，咁唔重複嗰啲卡就唔可以換賣嘅，係啦。咁而家開始，冇事。你哋都可以賣嘅，咁我俾你平啲。如果你見到一套嘅，我就俾你10蚊。如果單張呢，就係5蚊。如果稀有單張呢，就係10蚊。重複，頭先試，咁不重複就唔可以換埋 ID 卡。咁都係單，之後就係2張單張。係，咁重複嗰啲要擺 ID 卡前面。咁我數好。
哦，有好多包裝。好啦，咁今日嘅收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嘅話，就按個 like；如果唔中意我嘅影片嘅話，就唔按個 like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